慧儿姑娘怎么样？韦嬷嬷，她好多了。慧儿姑娘，慧儿姑娘，起来吧。皇后主的吩咐，一会儿带你去见老祖宗。我要去见皇上。你怎么还是那句话呀？那皇上是你想见就见的。我要去见皇上。我要去见皇上。好了好了，只要见了老祖宗，就能见到皇上。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儿，这可是你讨恩典的机会。过来过来，把他扶起来。这老祖宗就讨厌这寻死觅活的事儿，你要让老祖宗高兴啊，一准能请下他老人家的恩典来。奴才叩见皇上。你也是奉旨来的？皇上多加些谨慎，恐怕太皇太后正在气头上。住手！大胆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回皇上，奴才是奉太皇太后懿旨。奴才该打。曹寅，皇上不要管奴才，不要惹恼了老祖宗。皇阿奶，皇阿奶，曹寅他犯了什么过啊？皇阿奶要这样罚他？哟，皇上兴师问罪来了。孙儿不敢。他是孙儿身边当差的人，要是冒犯了皇阿奶，那先是孙儿的错。皇上这话说的了一半，皇上的错就是他的错，皇阿奶罚的就是他。皇阿奶不是说了吗？孙儿想亲政不是错，孙儿为先皇立碑那是出于孝心所使。可是除了这两件事，孙儿不知道还错在哪里。好一个不知道，那就回去跪在祖宗像前，好好想一想。苏沫儿，让他们给我打！别打！苏沫嬷嬷，皇阿奶，孙儿的错是孙儿的错，您就看在孙儿乳母的份上，饶了他吧。太皇太后，皇上的错都是奴才所使的，更不关曹寅的事，奴才愿替他领罪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咱满人家的大才子来了，你的文章写得不错，足可以给皇上招灾惹祸了。奴才写的是先帝的功德，还敢犟嘴！苏沫儿，谁让他们停手的？打！皇阿奶。曹寅，喊出来，叫出来呀！皇阿奶心软，说不定会饶了你。皇上不要管奴才，奴才该来受苦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奉太皇太后懿旨，将纳兰性德押往刑部议罪。慢着！你们都在这候着，朕有话跟太皇太后说。纳兰慧儿，慧儿姑娘，听着，皇后主子有事下。你记住，在太皇太后面前，千万不要提及你和那个纳兰性德的事。老祖宗对组织规矩看得极重，在选秀之前私定终身是要杀头的。不要总是做出不惧一死的样子。你以为死就那么容易吗？我听说你阿玛远在盛京当差，你远房伯父纳兰明珠官居2品，一家子都在这京城里。除非你能够不顾他们的死活，不然这死能死得爽快吗？话又说回来，要是太皇太后没有看中你，那也没有人拦着你出宫。
人的生死祸福由不得自己，看你的福分吧。主子，皇上正在慈宁宫。皇上在那儿。也好，当面锣对面鼓。纳拉慧儿，你要是在太皇太后面前说了皇上的不是，可没人救得了你。孙儿给皇阿奶请安。起来吧。刚才孙儿冲撞了皇阿奶，请皇阿奶宽谅。其实孙儿也想到了，为父皇立碑，势必要得罪辅臣和王爷们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因为孙儿别无选择。孙儿任人摆布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就是要让全天下和朝臣们都听到当朝皇上的声音。可你想过后果吗？你知道乐乐和苏和萨哈为什么要帮你？我不管他们有什么动机，我就是要想亲政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就是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皇上。看看你这副沉不住气的样子，这就是让我不放心的因由。是啊，你登基已经8年了，这8年让你心里存了一口气，就是因为这口气让你不能心平气和，不能多思多虑，不能分辨忠谏。一旦现在让你亲了政，你势必独断专行，偏听偏信。你会重用苏和萨哈，你会疏远鳌拜，你会重提马汉一体，引起朝廷动荡。这样一来，有些人就称了心了。你知道，作为皇上，最大的危险是什么？是有人想谋夺你的皇位。谁想夺就让他夺好了。反正这个窝囊皇帝朕也当够了。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谎话？既然皇阿奶这么不信任我，那孙儿还当什么皇帝？很好。皇阿奶这么苦口婆心，你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啊！请皇上回你的乾清宫，你的事我绝不再管了。皇阿奶，您刚才的话，孙儿会再好好想一想。可是，能不能求皇阿奶先饶过纳兰和曹寅？为什么？难道我一个太皇太后管不了皇上，还管不了那2个奴才？他们虽然是奴才，可也是孙儿的朋友啊。私情与国事孰重？但是他们俩是在替我受过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如果皇阿奶不答应的话，孙儿就只好不做这个皇上了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不，孙儿没有威胁皇阿奶。纳兰性德起草碑文，孙儿对他说：“有天大的事由我一人承担。”曹寅劝我缓刑亲政，是我一意孤行。这件事即便有错，也与他们俩无关呢。我还对他们说，只要他们不负我，我就绝不负他们。可是他们2个现在正在替我受过。作为皇上，言而无信，让我有何颜面去面对天下？有何颜面去面对群臣？皇阿奶，你就成全孙儿吧。孙儿求求皇阿奶了。起来吧。
我可以放了他，也可以让你为你的父王立碑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从今以后，但凡有要紧的事，不许再瞒我。还有，皇帝要到鳌拜府去，为今天的事向他道歉。向他道歉？你说你不想做这个皇帝，我知道这是气话，但是你要记住，爱新觉罗家的子孙中，有资格当皇帝的，绝不是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常听曹寅说，你有开创一旦盛世的抱负。可如果你不是皇帝，你的抱负就无从说起。眼前曹局纷杂，你真的不能再走错半步，否则，这坐在乾清宫里的，也许真的不再是你。华奶的话，听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不讲话？孙儿记住了。老祖宗，皇后来了。慧儿，你为什么还在宫里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快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被压在这里？说呀，你快说呀！哎呀，慧儿姑娘，这个是慈宁宫老祖宗和皇上正在上房里头。表兄，我们一起去见皇上。慧儿，不要管我了。姑娘，难道你不要命了吗？皇后主子在后边看着你呢。孙儿叩见老祖宗。起来吧。老祖宗，正好皇上也在这儿。今天选秀共选出34位姑娘，可大都只能做使令女子，已然把她们分往各宫了。能伺候皇上的孙儿看上了她，她叫纳兰慧儿。她这丫头我认识。起来吧。哟，这眼睛怎么又红又肿了？这丫头没见过世面啊！老祖宗，这位慧儿姑娘算是这批秀女中最出色的了，也不知道孙儿的眼力，老祖宗和皇上认可不认可？华奶，孙儿正在历练自己，无心再纳妃嫔，就让她出宫去吧。老祖宗，您听皇上说的。肯定是嫌我选的不如意了。历练归历练，皇上纳妃天经地义。慧儿姑娘，愿意进宫陪伴皇上吗？回话呀，老祖宗在问你呢。求老祖宗放我回去吧。怎么，不愿意进宫陪伴皇上？说说为什么？您看，他跟孙儿还真是没有缘分。说呀，说说为什么？奴婢自幼没有额娘，是阿玛把我放在京中寄养。伯父伯母对我恩重如山，现在伯母她体弱多病，奴婢愿在旁边侍奉她，求太皇太后恩典。倒是个孝顺的姑娘，华奶，就把这个恩典给她了吧。姑娘家最要紧的就是讲实话，可你说的就不是实话。我没有欺瞒老祖宗。你要侍奉的不是你的伯母，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。我们头次见面，你冒死闯宫，为的是救他；二次见面，你和他一起待在皇上的书房里，今天是第3次了，你眼中的泪还是为他流的吧？华奶，他为他自己讲。老祖宗圣明，奴婢知老祖宗是善心的菩萨，求老祖宗恩典。恩典什么？奴婢和表兄纳兰性德自幼一起长大，我们就像是一对亲生的兄妹。我刚才看见他被绑在院里，不知他犯了什么大罪，
求老祖宗饶了他吧。要我饶他不难，可有句话，我要先问你：你是不是求过皇上，要他在选秀的时候网开一面，放你出宫？皇阿奶，绝没有此事。当真？我可没有对老祖宗说过这件事。皇上，这的确不是赫舍里跟我说的。在这宫里头，有哪件事情可以从头至终的瞒过我？我也可以把实话告诉你。本来我并不愿意把你留在皇上的身边，因为你的伯母是前朝阿基格王爷的女儿。阿基格是以谋反罪被处死的，他的兄弟多尔衮。我不愿意因为你给皇上惹些个是是非非。可是现在，我改主意了。皇阿奶，皇上还要跟我说无心再纳嫔妃，不对吧？皇上想着的是亲个儿。孙儿不瞒皇阿奶，我只想要亲哥儿，只想要他。皇上，我已经把他指给了福全。可是孙儿就是不想丢掉他。你要和你的哥哥争抢吗？孙儿不争。孙儿相信皇阿奶，让亲哥儿自己选择。这叫什么话？百姓家的儿女都讲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何况这是帝王家。帝王家，帝王家的帝王都不能讨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。皇上，皇上，别惹老祖宗生气，就先纳下这个惠儿姑娘，亲哥儿的事慢慢再做商量。不，除了亲哥儿，这谁都不要。好一个秦州，真像你的父皇。可你别忘了我们祖宗刚刚说过的话。如果你不是皇上，别说亲哥儿，你谁也娶不成。皇阿奶，就算是没有亲哥儿，孙儿也不能娶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孙儿知道，娜拉惠儿和她表兄是真心相爱，孙儿不能夺人所爱。夺人所爱？未经选秀的姑娘胆敢肆意混嫁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，那就该拿送内务府问罪。那明珠夫妇怂恿包庇，轻了罢官免职，重了就要流放宁古塔，与批假人为奴。这些孙儿都知道，可是如果花奶能够成全他们的话，我是可以成全他们。可是谁来成全皇上你呢？我的好孙儿，华奶这样做为的是你，为的是你呀！我不想让你重复你父皇的过失，他太重情，甚至重过了祖宗江山。我刚才说了，你要想坐稳皇位，就绝不能再走错半步。违反祖宗规矩，将选中的秀女私放出宫，如果被他们知道，又要大做文章。尤其是那些铁帽子王爷们，他们要是搬出祖宗家法，连我都要避让3分，何况你这个尚未亲政的皇上？这件事，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也许可以让步。可纳兰性德刚刚闯了大祸，他的额娘又是多尔衮的亲戚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不能答应。爱美人还是爱江山，你选其一吧。皇上，刚才我和皇上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皇上选其一，你也要选其一。是随你伯父一家流放宁古塔，还是进宫来伺候皇上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苏妹儿，让刑部侍郎戈尔达进宫。不，老祖宗，纳兰惠儿愿进宫服侍皇上。姑娘，奴才就说嘛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刚才多悬呐，差一丁点儿，姑娘一家人的性命就没了。往后姑娘在宫里啊，要多听听奴才的话。只要得了皇上的宠，那一辈子就没白活。表兄，嬷嬷，皇上有恩典，让我和表妹说说话，请嬷嬷行个方便吧。我说这位公子，您心里可得明白，打今儿起，姑娘就是皇上的人了。你们说吧，姑娘，我到前面候着去。
千错万错，都是表兄的错。我为什么昨夜不带你走？为什么我只想着不能丢弃皇上，只想着不能有言无信？我相信了皇上的允诺，可转眼之间，你就成了他的女人。这样的皇上，我不，表兄，你不要冤枉他，这不怪皇上。你说什么？皇上他是要放我出宫的，是太皇太后不同意。皇上喜欢的是清格，可他和我们一样，不能爱其所爱。慧儿真不懂，这就是皇家，这就是皇家的规矩吗？表兄也没有错，我不愿表兄为了慧儿做个不忠不义的人。如果要说错，错在老天。既有今日，为什么当初要让我们相遇相知呢？就像是一场梦，醒来了，空对着茫茫的一片。我的主意已定，夜里我当值，我带你走。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走到他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不，这使不得。这不但会害了你，也会害了伯父伯母，还有我远在深京的阿玛。我想过了，皇上迟早要亲政，庆格尔的事会让他感同身受，他懂我们今日的无奈，绝不会为难我们的家人。你还顾虑什么？只怕他们等不到皇上亲政的这一天。这不可能，我的好慧儿不能再犹豫了。表兄心高志远，这会害了你一辈子啊！可这一辈子没有你，我何必还要活下去？嬷嬷来了，你等着我，我今天夜里一定要带你出宫去。这场风波啊，总算过去了。过什么过？大风大浪还在后头呢。我这把老骨头啊，还真是累了。老祖宗别多想了，该歇就歇着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皇上还是听您的话的，总是一天天的带大了。但愿吧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是可怜皇上了。是啊，恐怕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个棒打鸳鸯的恶婆子。老祖宗，瞧您说的，苏妹儿哪敢这样想啊？奴婢是说，咱们皇上不能亲政，这心里头已经够苦的了。他那么喜欢青格尔，老祖宗不如……我已经说了，我不想让皇上学他的阿玛，也不能让青格尔成了第二个窦娥妃。想想顺治朝那场风波，至今在我这心里啊。再说这青格尔是鳌拜最疼爱的女儿，这鳌拜，苏妹儿，百姓家国日子是走一步想两步就够了，在这宫里是走一步要想上10步，难呐。还是老祖宗虑事长远。可是皇上，他能喜欢纳兰慧儿吗？我看这丫头的容貌才气，跟青格也不分上下。你就往后瞧吧，这里边可有咱们养皇后的一番苦心呢。皇后，贺氏里这丫头啊，也学着长心眼了。老祖宗，进里屋歇着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算计着该有人来了。有人来？他要不来，那才怪了呢。启禀太皇太后，鳌拜求见。
老祖宗简直神了！就说我在歇晌，让他先回去吧。这，老祖宗，您怎么料定他会来呢？今儿我在朝堂上看出个道道，苏和萨和皇上的密谋，鳌拜起先就知道。知道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是有备而来，绝不像是临时应付。那他怎么不过来跟你报个信啊？这就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。我对鳌拜的忠心从未起过疑，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为什么不来报个信？或许他真的动过现在就让皇上亲政的念头。老祖宗说的对，毕竟将来天下是皇上的，他怕得罪皇上。可是，他今天在朝堂上对皇上那样子，又不太像啊。我想明白了，他想送皇上一个顺水人情，但是今天皇上的表现太让他失望了。为了祖宗江山，他宁愿得罪皇上。也算是不易了。看来咱们皇上啊，还真没迈过鳌拜这座山呢。都说鳌拜是个粗人，我看那是10年前。现在岁数大了，也开始动起花花肠子来了。我可不能由得他。老祖宗今儿个不见他，他心里就会明白的。对于这样的老臣，有些话是不必说透的。要是索尼还在就好。鳌拜的霸气太盛，鄂必龙太滑头。这苏和萨哈，我正要说他呢，这次啊，就是他捣鼓皇上的。老祖宗，您怎么不罚他呀？给鳌拜留个对头好，不能把祖宗江山和整个朝廷都交给一个人。这是我从太宗皇帝那里学来的御臣之道，不是3言2语说得清的。都说让皇上历练，我这做华安奶的哪天不再历练了？自打太宗皇帝归天，说是不管不管，可哪件事能不管啊？苏沫儿。这朝里朝外知道这份辛苦甘苦的，恐怕只有你和咱们地下那位王爷了。老祖宗真是操碎心了。启禀太皇太后，鳌拜一直不肯回去，还在外边候着呢。请太皇太后示下，见是不见。他愿意候着，就让他候着吧。这啊！我的娘，你就不能轻着点儿？荣禄，这酒你从哪儿来的？去膳房里讨来的，喝，这是止疼的良药。在宫里喝酒可是犯了大忌的。荣禄，听我的，快扔了它啊！你不喝，我喝。哎，快抢了去！疼得很。钻心刺骨，我这辈子还是头一遭，再挨几仗也就没命了。荣若，你怎么了？是我亲手断送了他，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？我是个懦夫，我是个最没出息的男人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的慧儿，曹公子，皇上朝这边来了。皇上，荣若，你这身酒气，哎，快，
躲到内室去，啊，千万别出来。说呀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娜拉惠儿的事，朕有没有告诉过你？臣妾忘记了。忘记了？你亲口答应的朕，忘记了？臣妾的确是忘记了。就算是臣妾的不是，难道为了一个奴才，皇上就要对臣妾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朕生气的是你不把朕的话放在心里。皇上竟然说出这样屈人心的话，臣妾这一天忙的是什么？老祖宗把为皇上选秀的事交给我，我战战兢兢的，连眼都不敢眨一下，唯恐落下一个好的亏了皇上。臣妾费尽了心思，费尽了心血，难道讨得的就是皇上这顿责吗？那些落选的秀女还没有出宫，皇上可以亲自去挑。如果能有比这娜拉惠儿更出色的，臣妾甘愿受罚。臣妾不是个心眼小、肚心大的女人，不然才不会选娜拉惠儿这样娇媚的姑娘入宫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对不起，是朕冤枉了你。朕心情不太好。亲政的事，皇上也不必太过着急，不过是3年2年的事情。那个青格儿，是他自己没有福分。那个纳兰性德有什么好？就算皇上不是皇上，那也是这世上最值得爱的男人。朕不怪他，相识才能相知嘛。只怨他与朕相识太晚了。要是他永远拗着性子呢？那朕岂不是太无能了？和舍里，朕知道你的心。朕将来不管有多少女人，你都是后宫之主，都是我大清国的国母。怎么样？有了这句话，你敢放心了吧？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朕去看看曹颖。轻点，轻点。皇上，别动，让朕看看。皇上，不碍事儿。九公，去把云南进贡给朕的白药取来。这。奴才，谢皇上。哎，好生趴着。趴好了。都是朕连累了你啊！奴才为皇上万死不辞，何况是顿小打。曹颖，你也替朕记下。记下什么？记下朕在殿上的奇耻大辱。皇上不必这么想，皇上并没有做错什么。大臣们也不会小看了皇上的。朕就要拜一辈子，朕绝饶不了他。皇上，这样的话不能再讲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传出去怎么样？他堵了朕的路，还想堵他朕的嘴吗？朕对不住你，更对不住纳兰。朕爱的是青格儿，朕何尝不想成全她和惠儿？何况，朕也答应了纳兰惠儿。在一个女人面前食言，朕想起来就无地自容。曹燕，这些话你不准传给他们。奴才绝不传。可是。你，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奴才来看曹寅。那朕刚才讲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奴才以为，皇上不必自责，皇上没有做错什么。奴才本该想到，皇上也有难为之处。
难为之处。这原本就不像个皇上。皇上，不要这样，有话不要憋在心里。奴才万死也要报效皇上。你们说，朕这皇位是非抢非夺从父皇手里承继来的，这无非是想上不愧祖宗，下不愧百姓，为大清国做点事情。可为什么如此之难呢？辅臣秉国，父皇是让他们辅弼幼主，又不是让他们永霸朝权。这鳌拜的所作所为，难道皇阿奶就没有看在眼里吗？来日方长，善恶有报，眼下事情已然过去了。过去了？皇阿奶还让朕去给他登门赔礼呢。什么？登门赔礼？是啊。给谁？给鳌拜。他要骑在朕的脖子上，朕还要扶他上去。朕真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可，这是老祖宗的旨意呀。荣若，荣若兄，你快帮皇上拿个主意啊！你在说什么？老祖宗要皇上给鳌拜登门赔礼，你说皇上是该去还是不该去啊？荣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是说该去，那总该有该去的道理吧？但凡进退，重在观其时，时不在我，退一步又有何妨？你说下去。爱屋及乌，父女连心，为了心中所爱。对啊，皇上，为了亲哥退这一步，又有何妨？还有一桩最要紧的，为先皇立碑，是皇上第一件自作主张的大事，犹要善始善终。你是让朕去求他吗？哼！朕谅他在这件事上也不敢为难朕。皇上只能颁旨，不能亲力亲为，大臣们不必顶撞，只要推诿拖延，旨意就成了一纸空文。看来才子之名，所言不虚。好，朕就听你的，到他鳌拜府上走一趟。你们俩都起来吧。皇上虽然该去，但也不必大摆銮驾。说得好，朕也是这个意思。朕只着微服，就当随意走走，绝不让他大做文章。兰兰，请德，你随朕同行。你怎么了？啊，奴才不知道皇上预备今日还是明日。自然是事不宜迟啊，晚膳之后咱们就动身。奴才遵旨。你这样神不守舍，是因为那拉惠儿？奴才岂止神不守舍，已经是五内俱焚了。你的心境，朕明白。但是木已成舟，你也要想开点。朕会善待他。兰兰，你想讨点什么恩典？朕都答应你，就算是朕给你的一点补偿吧。若是皇上肯给奴才恩典，只求皇上看在知我的情分上，对奴才日后的所行所言宽谅一二。奴才和奴才的家人将永记圣恩。这不算什么恩典，朕会。鳌拜，叩见太皇太后。奴才行事不妥。得了吧，我猜也猜个8、9不离十。这么大的事儿，除了能瞒住我，还能瞒得住你鳌拜吗？奴才
实在是不想瞒着太皇太后。可到底还是瞒了。如果昨儿晚上你到我这儿来商量商量，何至于让皇上当众出这个丑啊？奴才有罪，请太皇太后重责。我哪儿敢治你的罪呀？皇上是这个样子，那2位辅政大臣，我谁都信不过。我要再责罚你，这大清朝还不塌了天了？得了，你回去吧，我也累了。太皇太后，奴才要心存半点不臣之心，就让天杀之雷劈了我。苏沫儿，送客。太皇太后，奴才有满腔的肺腑之言要说。既然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回去吧。奴才告退。您就不怕太伤了他？这是为了皇上。为了皇上？皇上要去登门赔礼，我得把这人情啊留给他。老祖宗的意思是，您对他越冷淡，他对皇上越感恩。但愿我们皇上能够明白老祖宗这番苦心啊。君臣和，国事兴。什么时候皇上啊能把鳌拜捧在自己的手里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咬了！快！哎呀，你看，王爷又赢了。这斗虫之道，你还略差一筹。知道本王的取胜之道吗？这个，自然是王爷的宠儿好啊，就像刚才那头无敌将军。不尽然，不尽然。愿听王爷指点。偌大的京城，这头无敌将军未必是最好的。若要取胜，这一马绝不轻易出手。会仙楼的几次大比拼，王爷都是最后才露金面。原来这里面也有取胜之道啊！其二，要懂得以逸待劳。再好的虫，也有精疲厌战的时候。这其三呢？其三就留着，你自己慢慢揣摩了。王爷说的，怕不只是斗虫之道吧？眼下这朝局就像是一场斗虫的大比拼。鳌拜、苏克萨哈就是2只斗虫。说下去。王爷的意思是，看着他们斗，让他们斗个精疲力竭，斗得2败俱伤，斗得你死我活，而后咱们再来收拾残局。说得不错。可这以逸待劳，并非只做壁上观。只有添油加火，才能斗得好看。这火怎么加，可要看老弟你的了。王爷放心，鳌拜屁股底下这把火，在下包烧了。好，你记着，不怕鳌拜成为朝中最大的权臣，只要他一心搞掉苏克萨哈，就势必成为皇上的死对头。不是不报，时辰不到。
早晚有一天，欺君罔上、独霸朝权的灭门大罪，会落在他的头上。敖大人如今不是首辅，胜似首辅，这话怎么说？太皇太后把起坐与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敖大人，这不是首辅是什么？再说了，索大人又不在，这朝权还不都落在敖大人一个人的身上？你们没见敖大人今日在殿上的威风，那可是独臂擎天，厉害的很呐！是啊，只要日后跟着敖大人，必定步步青云。对。哎，敖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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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爷回来了，告诉外面的人，老夫一个也不见，让他们统统滚开。得。阿妈，我帮您捶捶背。阿妈，我今天去听了朝会。你说什么？我去找了端敏格格。那趴在屏风后面的就是你？嗯。这怎么是的？这万一出了事情，了不得呀！阿妈，不过今天的风波真的很吓人。可是阿妈，我觉得皇上也有他的道理。朝中的事情，你是不懂的。你去吧，阿妈要一个人静一静。哦。青哥儿，来，陪爸爸坐一会儿。你既然听了朝会，就知道了今天的情形。阿玛得罪了皇上，一念之差，又得罪了太皇太后。阿玛从来没有不臣之心，可操劳了一辈子，竟落得个里外难做人。唉，这个辅臣，阿玛是不想再做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不做更好。女儿跟您一块儿回盛京去吧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阿玛有阿玛的痛楚，青格儿有青格儿的伤心。也许远远的离开京城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是为了那个纳兰性德吧？阿玛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谈婚论嫁了。女儿这辈子只想留在阿玛身边伺候您。阿玛辞官也是为了你的事。太皇太后让你嫁给福全，我知道你不愿意，阿玛也不舍得把你送进宫去。唉，可是女儿大了，迟早是要嫁人的。仔细想起来，这个纳兰性德也还算配得上我的女儿。我知道那个碑文是他写的，且不说对错，单就文采，满殿的大臣就无人能比得了。何况他的胆魄，让人看来也着实喜欢呢。阿玛，您如果他肯和我们一起回盛京，那这个女婿我就认下了。这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他爱的是他的表妹纳拉慧儿。纳拉慧儿？哎，阿玛刚从宫中回来，这个纳拉慧儿已经被皇后选入宫中了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
阿妈早就说过，我鳌拜的女儿有上天保佑，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？阿妈，您讲错了，您不知道纳兰公子是什么样的人。就算纳兰慧儿死了，他也绝对不会移情别恋，就好像女儿一样，这辈子除了他，绝不可能有别人了。你都把阿妈闹糊涂了，心肝儿，你怎么能够痴情于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？老爷，班布尔善大人来了。不见。班布尔善大人料定老爷不肯见他，他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老爷若是不肯见他，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见他的鬼！阿妈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见一见又有何妨？您可千万别因为他动了肝火。让他到客厅候着。这。敖公，班布尔善又来讨扰了。知道讨扰就好。有话快说吧，老夫懒得支应。按说敖公是当朝第一巴图鲁，可是实在没有想到，竟这样言而无信。敖公就不想给在下一点点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我鳌拜对朝廷的忠心，上可对天，下可对地。没能及时的向太皇太后禀报，那是我一时犯了糊涂。听了你这个小人之言，小人之言。就算太皇太后重用敖公，能重用多久？1年还是2年？等皇上到了18岁，敖公还能不让他亲政？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恐怕敖公就会和前朝所有的权臣一样，落个身首两臂的下场。谢了，我鳌拜不会等到那一天。明天一大早，我就会将辞官的折子呈到太皇太后的书案上了。辞官？怎么？出你所料了？的确出我所料。哎呀，没想到敖公英雄一世，又犯了糊涂。放肆！这是在我鳌拜的府上。敖公请息怒，听在下把话说完。敖公以为辞官就能保全余生的平安？说句大不敬的话，自古以来，有哪位天子有天子的胸怀，得罪谁也不得罪皇上？多尔衮人都死了，顺治爷不照样还是开棺鞭尸，株连9族？敖公若是真的要告老还乡，恐怕这朝廷可就是苏克萨哈的了。就算皇上饶了你，苏克萨哈会放过你吗？哼！我要是敖公，眼下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。第一步，清除异己，稳定朝局；第二步，把皇上拉进自己的圈里。2年后，皇上若是听话，就扶他亲政；若是不听，什么意思？这个皇位他做的，别人就做不得。谁做的？自然是敖公未来的家婿。就凭你刚才的这句话，我就可以立刻杀了你。若是太皇太后有这样的心思，敖公也敢说个杀字？一派胡言！是不是胡言？敖公您自己去想。太皇太后明知道皇上喜欢亲儿，为什么还要把她指给夫权？索尼的孙女是皇后，敖公的女儿自然也该是皇后，指给夫权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夫权为帝，那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哎，敖公，太皇太后最近经常召见夫权，次数比皇上的还要多。在太皇太后心里，二跟夫权为人憨厚，人品贵重。谁都知道，论才智，
二阿哥远不及当今的皇上。是，可是皇上他太不安分了。老祖宗就是怕他闯祸，才执意不肯让他马上亲政。现在他又做下了这样的蠢事，要是换了福全，岂不大家都能放心？自然，话又说回来，皇上和二阿哥都是太皇太后的亲孙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真要让他老人家拿主意，只怕也不容易。况且要皇上听话，也不是非换不可。可惜皇上太信任他苏克萨哈了。只要他苏克萨哈从中挑拨，敖公和皇上的关系就永如冰火。在下已经打听到，苏克萨哈已经说服了皇上，要用换地一事大做文章。其实派员调查是假，为敖公您罗织罪名是真的。这是些什么人？看来今天朝中的事情已然传扬出去了。鳌拜执掌了批公大权，这些官员自然蜂拥而至。原来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。官场陋习，积弊日久，往后皇上看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站住！等等，我家主人与鳌拜大人3代世交，烦请通禀。走。什么远亲世交、七姑八舅的？像你们这样的已经来了8波了。我们老爷有话，一概不见。哎，这奴才好大脾气啊！你叫哪个奴才？爷今天就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放肆！你敢撒野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这有2个畜生要从府门！此事不宜露出声来，快，请皇上后审。快把他们拿下！拿下！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不见鳌拜大人，是想问出半个字。爹，这2人倒像是有些来历，要不要通禀老爷问个究竟？老爷正在气头上，先把他们关到后院柴房去。是，带走。你去看看那个班布尔扇走了没有？阿玛还没用饭呢。是。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！走。敖公，时辰不早，在下告辞了。鳌拜，多谢赐教。哎，岂敢！在下口无遮拦，若是有1句半句敖公听着受用，在下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敖公这府门外可谓是车水马龙，如此人气。什么人气呀？这分明是在害我，操心得很。也是，若是传到太皇太后耳朵里，是有些麻烦。阿玛，一个姑娘家这么慌慌张张的，不怕是笑话。青哥，见过班布尔山大人。阿玛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您不信，您去看看。当真？真的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哎，老爷，刚才有2个。那2个人在哪儿？在柴房里。退下。没有我的话，不许任何人在这里走动。这。
我不愿表现为了后儿，做个不忠不义的人。如果要说错，错在老天既有今日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当初相遇相知？走，这会害了你一辈子啊！皇上不必着急，鳌拜很快就会知道。急？哼！朕才不急呢，朕倒要看看那个鳌拜见了朕怎么交代。依奴才看，皇上不宜用今天的事情责罚鳌拜。为什么？他把朕弄到这个地步，朕还能饶了？皇上贵为天子，就要忍人所不忍，能人所不能。这件事是鳌拜的下人所为，错并不全在他。再说，皇上尚未亲政，而鳌拜权势如日中天，如果闹出去，对皇上未必有利。难道这场气朕就白受了？自然不是白受，这正是皇上以德报怨、施恩鳌拜的机会。有理。哎，流血了，来，快让朕看看，伤得重不重？朕给你包上。不劳皇上，这是为朕受的伤，朕会记在心上。皇上不必这样讲，只要日后皇上不责罚我，奴才就感激不尽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哎，纳兰信德，你有未尽之言。啊，我什么我？你与朕虽是君臣，但朕视你为挚友，跟朕说话不必吞吞吐吐。奴才只是担心自己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也会做出触怒皇上的事情来。朕心里中间分明，只要你不是有意为之，朕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不负朕，朕就绝不负你。晴儿，去叫人来把门打开。没有想好进不得。哎呀，事已至此，想不了那么多，任他治罪吧。阿玛，皇上本来就恨您，这样的话更是变本加厉。您不能这样进去，要是这么进去的话，到时候让苏克萨哈抓住了把柄，只怕连太皇太后都很难为您讲话。唉，阿玛命该如此，只是拖带了你。阿玛，我有主意了。这怎么使得？怎么会使不得啊？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再说了，纳兰公子也在里面，不会怎么样的。阿妈，别想了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敲，再敲。也的确是怪。会不会是鳌拜自知罪孽深重，索性杀朕灭口啊？皇上多虑了，我听阿玛说过，这鳌拜虽然霸气过甚，但对皇家却是满腔忠诚，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皇上，有人。是你，皇上，青儿罪在不赦。青儿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把你阿玛叫来见朕。不，这不是我阿玛的错。阿玛自宫中回来之后，一直觉得头痛欲裂，
很早就躺下了，是我照管府前府后，下人们冲撞了皇上，罪在青格儿，请皇上降罪。青格尔小姐，皇上没有怪罪你，你快去禀报你的阿玛，接驾要紧。你伤着了？啊，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哎呀，别动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小姐，快给公子取一些治红伤的药来。疼不疼啊？这是哪个奴才下的狠手？我绝饶不了他。公子，你疼不疼啊？不要管我了！哎呀，你别动，让我看一下你伤口深不深。青格尔，快去啊！不要再惹恼皇上。可是你伤成这样，我总不能丢下你不管吧？孰轻孰重分不清楚，难道你想要了你阿玛的命吗？哼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你心里只有他，管朕干什么？那是皇上福大没伤着，青儿想请您去客厅用茶。客厅？客厅是待客的地方。你鳌拜家如此待客，朕还是回宫去向皇阿奶讲讲今天的戏狠。你不能走！皇上，青格尔小姐这样盛情，还是不走的好。皇上，你就留下来吧。皇上既然不愿意去客厅，青格尔小姐不想请皇上到你那儿坐坐吗？要是皇上肯恩典，青儿求之不得。皇上请。上茶。皇上，千万不要见笑，青格这儿比不得宫里的格格。朕倒是觉得这里清新脱俗的很呢。皇上要不要先坐一下？哎，对了，皇上，这是府里新订的碧螺春，您尝一尝，小樱烫。确实不错。公子，哎，谢谢小姐，没有大碍。纳兰信德，你是这儿的常客吧？奴才哪有皇上的福气？青格尔小姐可从没请我到这儿来过。想不到青格尔小姐还这样爱吃零嘴。哦，是啊，这是我亲手做的雪花糖和菊花糕，请皇上尝一尝。好啊，朕尝尝。甜而不腻，满口生香。纳兰信德，你也来尝尝。这。皇上，刚才冒犯圣驾的家丁已然所来，听候皇上发落。罢了，朕是微服入府，也不全怨他们。那怎么行啊？他们竟然敢对皇上拳脚相加，又伤了纳兰公子，没有不罚的道理。朕是法外施恩了。纳兰信德，你肯饶过那些奴才吗？皇上宽宏大量，奴才也只有忍屈含冤了。那金格就谢过皇上恩典。老爷，皇上在小姐的房间里喝了些明前茶，品了些菊花糕，像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。那几个惹事的奴才呢？皇上开免了他们的罪。免了他们的罪？老爷来了，老爷来了！什么来了？皇上朝老爷这儿来了。下去，你们都下去。朕看这府邸年久失修，改日朕让内务府拨笔银子，好好修一修。
谢皇上。皇上，您在这稍等一下，我进去让阿玛出来接驾。哎，他既然病着，就不必讲那些俗理了。阿玛，皇上来了。不要起来，皇上，不要起来。阿玛，快躺下吧。快躺下。敖婆婆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？奴才听我阿玛说，她的头痛病是当年打仗的时候落下的。是啊，你阿玛是大清国的功臣。纳兰在，回去叫太医院多派几个好太医过来。哎，不必，奴才还没有行君臣之礼。哎。鳌拜，皇上前来探病，你怎敢在枕下藏刀？哎，皇上，这刀……皇上，我阿玛并不知道皇上会来。我满人尚武，朕睡觉的时候也喜欢在枕下藏把刀，睡着踏实，这不算什么大事。是，这把刀乃太宗皇帝所赐，已经跟随老夫几十年了。果然漂亮。皇上要是喜欢，那就献给皇上。朕岂能夺人所爱？还是你留着防身吧。不知皇上驾到，何府上下没有预备，也不知下人们是否对皇上无礼。哼，有青格儿在，怎么会有人敢对朕无礼啊？奴才枉为臣子，其罪当诛。这话怎么讲？奴才欺瞒了皇上。嗨，伯伯快请起。奴才犯奴病，只是因为得知下人们闯下了大祸，才一时想出了这么个主意。鳌拜世受皇恩，先帝爷和皇上对奴才如此恩宠，可奴才还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真是无地自容。皇上，这主意是青格尔想出来的，请你不要责罚我阿玛，要责罚的话就责罚青格尔吧。好了，青格尔呢是为了救父，有德无过。你呢，出此下策也是事出有因。要怪，只能怪朕这个不速之客。再说了，能把我大清朝第一巴图鲁吓得装病，那朕这个皇上也已经很有面子了。都起来吧。皇上宽仁大度，可鳌拜罪在不赦。若是不责不罚，日后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今天的事，你不说，朕不说，他们两个都不说，天下人谁会知道？阿玛，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朕今日是来向你赔礼的。赔礼？哦，这怎么敢当？今日朝会之上，朕是应该先和你商量，言辞多有不敬，过于激烈。皇阿奶也已经申斥了朕。不，皇上想要亲政，本无错。只是皇上的确是年纪尚轻，还不知道朝政的纷杂沉重。
奴才是想让皇上把心沉下来，多些阅历，多些磨练，少些随性使然。哎，日后当一个好皇帝不易。在皇上没来之前，奴才本想辞官归隐，不想担那个揽权、专权的骂名。可现在皇上如此厚待奴才，那鳌拜就甘愿再帮助皇上打理几年。老爷，老爷，府外来了一哨人马，像是宫里的侍卫们，他们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府门。二阿哥，二阿哥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所土接报，说是鳌拜扣留了前去看望他的皇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果然这个鳌拜心怀叵测。启禀二阿哥，奴才已经派人将这府院四面围住，让这鳌拜插翅难逃。好，二阿哥，快快下令，事不宜迟。你们听着，随本王冲进府邸，搭救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皇上无恙，正好好的。二哥，你这是受了谁的唆使？皇上，是宫门太监来报，说是有人送信，皇上被扣押在了这里。奴才不敢贸然惊动太皇太后，就告诉了二阿哥。朕是来看望鳌拜伯伯的，真是莽撞。皇上没事就好。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伤了皇上？啊，二阿哥，是奴才府上的下人们不识龙眼，冲撞了皇上。你的下人？这么说，囚禁皇上事儿是真的了？是。这样天大的事儿，你不交出凶手，向皇阿奶赔罪，还敢在这里谈笑风生？二哥，不关鳌拜伯伯的事，是朕法外施恩。我明白了，皇上就是为了清格，才把这天大的罪过化为乌有。皇上，二阿哥说的有道理，这样的大事不能这样不了了之啊，至少要将鳌拜大人带到太皇太后面前，请太皇太后处置。你闭嘴！二哥，过来，朕有话跟你说。二哥，朕是微服来找鳌拜的，不想让更多人知道。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，你不要再多言多语。你不知鳌拜的罪，今后怎么面对殿上的群臣？这是朕的事，不用你管。这事儿我偏要管，鳌拜一定要有个说法。二哥，你刚才说的话没错，朕是给青哥儿一个面子。你不是也喜欢他吗？你就不怕得罪他，让他为难吗？我是喜欢青哥，但我知道什么是情，什么是法。再怎么样，我也不会做出你这样的糊涂事儿。好二哥，我平时不都不管朝廷上的事吗？这是怎么了？今天事关皇家尊严，这事儿我就是要管。这不用你管，我偏要管。难怪别人不让你亲政，你就是长不大。福全听旨。福全接旨。着福全立即回宫，面壁思过。福全，领旨。没想到皇上对你如此轻深。在我的心里，没有人可以替代你，哪怕他是皇上。可是，告诉我慧儿的事。他被留在了宫里。那，你打算要怎么做？今天夜里我当值，我要带他走。走？我不能失去慧儿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真羡慕他，如果能让你这样喜欢我，哪怕让我在这个世上只活一天，我也知足了。皇上对你的这份情还不够？当然够了。可他是皇上，不是你。
张新德在，跟着回宫。